有句话要送给潮汕好男人，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你虽然丢失了冰箱，但是你获得了一段鬼畜素材。呀，潮汕好男人很轻松啊，很轻松啊。我也是希望他能够不要像他的好朋友小精灵一样在第3关落水，希望能够勇闯第4关，直逼。你瞧你这话说的。我觉得今天的观察对于阿酸来说，这个完全是不在话下。来，此话一出，听听你是小七是不是毒奶啊？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好可惜，加油！好的。直接一步踏上了薛定谔的桶，姿势非常的标准。刚才何胜出场的时候就展现了他也有一定的运动天赋，他是咱们哔哩哔哩认证的知名运动 UP 主。如果他成功登顶，我们可以不退钱，我们可以给你投币。郝邵的采访能力、主持能力都非常强，对，不知道他运动天赋是不是有的。坚持住，不要和潮汕好男人一样。你们不要从我体育馆。果然太丝滑了。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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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哇，非常谨慎。哎呀！好，来看王大稳姐。健，稳健，稳健，稳住，稳住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黑马。就跳舞核心肯定不差，这不是轻轻松吗？一下子就过去啦。哎呀，危险！稍显得犹豫。哇哇，这就是鬼长的烦恼吗？小弟落水的地方，他应该能闯过。哎呀，哎呀！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障碍，出现了同样的错误。希望她不要压力太大。2个姐妹，一个在第1雷落水，一个在第3雷落水。没问题，我是排雷高手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们要过来啊！完蛋了！